校長笑一個啦！3、2、1 ，Action！人人笑一個。我哋學校人人都中意笑，學校人人都最中意笑。笑有咩好處呢？就係會放鬆心情。我笑嗰陣時又會變成皇帝。但係點解今日校長唔想笑呢？校長你做咩唔笑啊？校長點解佢唔笑一個呢？我估佢唔笑嘅原因呢？工作嘅壓力太大，工作壓力太大啦，工作太煩惱啦，又要顧及嗰啲學生。校長咧要對付我哋呢班學生咧太辛苦，又要同啲老師開會，且消費同開支都好大，係因為佢俾校董鬧，見到佢冇時間笑。我要諗啲方法令佢笑一個，一定有辦法令校長笑呵呵。校長，求下你笑一個啦，求下你啦，校長。我一定要加你 WhatsApp 之後係咁 send 嘢俾你，好搞笑嘅嘢。我會去校長室推開個門，然後塞啲好搞笑嘅人入去，例如小新。我講句笑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唔笑，你真係有啲問題㗎啦。笑一個啦，笑一個啦，笑一個啦。有一日，小明去咗一間檸檬茶店度買檸檬茶，佢係我要講一啲笑話俾你。唔笑嘅話，我炒你魷魚啊！大西洋係一個巨大嘅珍珠奶茶，你知唔知點解？校長笑啦，我求你啦！首先我要扮佢平時做嘢好攰嗰個樣，做啲搞怪動作引佢笑。咁咧就唯有做呢個啦。校長，你快啲笑啦，校長！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。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，耶！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，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，耶！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，耶！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。開心快樂多，人人笑一個。笑一個。Hello 校長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人人笑一個。喂！